嗱，如果咧你之前咧喺匯嘟銀行嗰度開個戶口，而又被人刪除咗你嘅戶口咧，究竟你能唔能夠開得翻匯嘟銀行嘅戶口咧？答案係有機會嘅。咁樣咧就要好視乎咧你當年俾匯嘟銀行刪戶口嘅原因係啲咩啦。嗱，因為咧俾人刪戶口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原因，而大部分俾銀行刪戶口嘅原因咧，都係銀行唔能夠揾到你，並唔係咧你個戶口出現咗啲咩問題。咁如果係呢個原因揾唔到你，而刪咗你個戶口，並唔係其他原因，例如你個戶口有問題啊，只要去銀行嗰度開翻戶口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如果你個戶口之前係出現咗啲問題，例如你做咗代收代支，或者係收咗一啲敏感國家嘅錢或者係一啲原因啦呢啲就五花八門就唔講啦咁呢啲咧其實個系統咧係會記錄在案嘅。咁如果係因為呢一啲原因咧，請你哋唔需要去作任何嘅嘗試啦，因為係唔會開翻俾你嘅。咁如果你又覺得喂唔係喎，我嗰陣時俾人刪咗，其實我都唔知咩事，總言之佢就話行政原因，咁我就拜拜啦咁樣，咁我可以點啊？我又好想開匯嘟銀行嘅戶口喎，咁你俾你哋嘅個商業登記證或者係你嗰個嘅 CR，咁我哋可以幫你去查一下，究竟能唔能夠開得翻嘅。有興趣嘅客戶歡迎你哋聯絡我哋啊！今集講到呢度先，下集講到其他嘢，拜拜。